以哈冲突过半月，但哈马斯讲已经甲以色列达成停战协议，真正的谈判冇进展。巴西南部做大水，1600人有落无厝。另外，庆爱雨季嘛变大雨，夺走46条人命。意大利世纪判决乌多帮派勇者200多人入监，总刑期超过2200年。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以下冲突是已经过半月，即阵总算是有煞过的办势啊。哈马斯领导人的助手就讲，因已经甲以色列达成停战的协议，不过双方是无公布详细内容。也若是认真的谈判，美国嘛讲已经有大进展。以色列甲哈马斯伫加沙的冲突已经过半月，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的助手对路透社发表声明，讲已经甲以色列达成停战的协议，不过双方拢无提供协议详细内容。也若来做公亲斗协调的卡达，嘛无讲到包括交换人质或者是停火等等协议的细节。另外，针对美国总统拜登进前讲，甲加沙走廊的人质放出来，就要达成协议的这个讲法，白宫20嘛做出回应。The Deput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said yesterday, we believe we're closer than we've ever been. Bring them home now. 根据以色列的统计，哈马斯的攻击拢总造成1200人死亡，会当讲是以色列版本的911事件，即嘛过半月过去啊。去互哈马斯绑票的买240个人质的家属，20各国会议员，还有以色列的战争内阁见面，对政府敢若想要消灭哈马斯，煞无把人质的安全放伫第一的这个态度，家属是真不满。הילדה שלי בבית, לא לרצות שום אויב, נורא פשוט. אני רוצה את הבת שלי בבית. 以色列地面部队顶礼拜讲，伫加沙的西法病院内底发现哈马斯的武器了后，20国讲，因伫加沙北部清真寺的地下找到哈马斯的武器制造厂，还有地下崩坑。נמצאה פה מעבדה של רקטות ויכולת של החמאס, שמראה איך החמאס משתמש במסגדים לרצח נשים וילדים. 根据巴勒斯坦卫生部的统计，从10月7到8，有要13000个巴勒斯坦人伫以色列的轰炸当中不幸过亡，其中包括至少5500个囡仔。以色列20公布一段影片，显示以色列士兵协助炸散的红鞋仔为西法病院摕入去埃及。不过世卫组织的官员讲，28个疏散去埃及炸散的红鞋仔内底，有10多个情形是真危险。另外，世卫组织嘛烦恼讲，加沙的民众伫卫生条件歹的环境当中生存，恐惊会有感染疾病情形。公司新闻新录播编译。换来看天灾消息，巴西南部是当咧做大水，真侪砖头变做孤岛，上无已经有4个人死亡，1600多人有落无厝。另外一边，东非的庆阿即阵是雨季，加上今年圣婴现象，所以讲这雨到落甲真凶，这水已经积甲1个人悬，夺走46条人命。按空中看落来，巴西南部的大城阿里格雷港，规片拢是大水，民众包好啊看咧，量杯撩水，也是用船啊载老人、囡仔、查某人来离开。巴西南部9月拄着强烈热带气，夺走50几条人命。这几天阁落大水后，地势溪水泛滥，有几项位庄社变孤岛，上少影响31000个民众，有1600多人被迫离开，阁有4个人不幸死亡。 Começou a entrar água antes e hoje está pior. Começou a entrar água hoje de manhã na minha casa, que nunca entrou, nem em 2015. Entrega salgado, também está tudo. Geladeira em cima da mesa, farinha, tudo. Está quase todo perdido. 非洲困啊沿海城市蒙巴萨的民众，所有游玩排队要过溪，这原本是大车路，因过雨季了后，受到圣婴现象的影响。 大水一波接一波，互真侪城市拢做大水。蒙巴萨的积水将近1人悬，有人只好爬去公车车顶等救援。 Nimepata shida pia siku ya leo, siwezi pita kwa hii maji kwa sababu hiyo pesa wenye wanavukisha watu wanahitaji sina. At least yani wakafanya chochote yani madrainage, maana kuna madrainage barabara zote yani hazipitiki yani maji yamejaa kila mahali. So serikali angalia maziani. 当地民众怨叹政府无征收地下水道，再互大水愈来愈严重，而且民众受困大水时，政府拢无出面来救援，地使真侪人变做有路无厝。估计伫困啊已经夺走46条人命，啊那附近的索马利亚同款凄惨，民众被迫住入去难民营，已经出现食物无够的困境。
联合国指出，受影响的人数已经有160万人。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印度北部喜马拉雅山区有一条断裂起的崩坑放弃，到即阵是已经10天啊。根据救援队翕到影片，即寡受困的工人暂时是无性命危险。救援人员是按算先对新公路上食入去，同时嘛对崩坑的顶悬也是边啊挖路入去救人。印度巴南崩坑内的工人，每一个低头盔徛伫崩坑内的手等待救援，身体状况看起来无大碍。这座位伫北阿坎德邦当修建中的崩坑，昨日突然发生崩塌，造成40名工人受困到呾。救援人员透过建立第2条直径15公分宽的输送管，将摄影机送入崩坑了后，崩坑内影像总算伫2日后一班激光。相关人员也当咧准备烧烫烫的印度美食，为这条新港送入去地底进前较细的救援公线街当上大牛甲水。खिचड़ी कल से बन रहा है जब ऑर्डर मिलता है तो बनाते हैं। इसमें क्या क्या मिलाया है आपने? इनमें आलू चने की दाल है समझिए और साहब लोग जैसे है इधर भेजेंगे उधर भेजेंगे उन्हीं के हाथ में। 当时国际救援专家也家己抢救行列，当准备为崩坑顶头也是边仔开挖新坑道救人，因为几天来当局出动乌头机区，想要水平移除崩坑内的阿妈头甲石头，也毋过开挖过程，土石线一直拉造成救援行动慢。当时拄到干石定的所在大型机区，佮一直过钟，所以需要另外新的方式评估其他救人方法。And we need to compare what we've seen here above the tunnel with what we know is happening in the tunnel. And this actually helps us make the proper decision because we are rescuing those 41 men and we are not letting anyone get hurt while they're doing it. 印度官方表示，救援行动可能也需要2-3天的时间，受困工人也毋望早日重建天日。公视新闻张慧敏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将访问基辅，宣布佮追加1亿美金的军援予乌克兰。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美国甲南韩合作，要伫咧朝鲜半岛建立5G 军事通信网，是美国头一届甲其他国家共同应允。若是发生战争的时阵，会当分享敌军的消息。英国《Times》报道，阿尔巴尼亚国会将表决预算，反对派议员为着阻挡，竟然是伫咧议事厅牵烟雾大放火。索瑞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 ，OpenAI 创办人阿特曼去互董事会开除，高层员工不满，抢讲要集体离职。上尾是《华盛顿邮报》，根据非营利组织乐视会报告，全世界财产排伫咧政治派大好野人，因制造碳排放是比全世界上残的51人加起来搁较济。美国总统拜登将做81岁生日，而且这根本节目要到啊，所以讲伊就照传统伫咧白宫谢免回家。不过外界上界关注的是这拜登的健康状况。那总共伊明年选赢连任，搁做4当就86岁啊。所以讲民调有77%的民众就认为讲，拜登已经伤过了，无适合搁选总统。伫北京南草皮举办回家谢冕活动，美国总统拜登依照传统，伫20谢冕感恩节回家。即天也拄好是伊81岁生日，拜登先提家己的年纪来捐算笑。This is the 76th anniversary of this event, and I want you to know I wasn't there in the first one. I was too young to make it up. 这项传统会当追到1947年全国会家联合会送会家予迄当时担任总统的杜鲁门。拜登迄当年才5岁，今年奉谢冕的2只会家来自明尼苏达州，叫做自由甲精。拜登趣味的讲，因行1000多英里才到北京，比参加天后泰勒斯的演唱会也较难。煞个发生话讲唔对。You could say even this harder than getting a ticket to the Renaissance tour or Britney's tour. She's down in it's kind of warm in Brazil right now. 这已经唔是拜登头一摆话讲唔对，伊有当时会伫记者会上，互一个唔知安怎讲的回答，而且也搁捌行路无稳破倒，甚至伫空军以后的楼梯失去平衡，拢互人对拜登的高龄产生质疑。路透社9月中旬的民调显示，77%的受访者，包括65%的民主党人，认为拜登上老，无法度担任总统。
反过来看，77岁川普只有56趴的受访者认为伊的年纪上大。公司新闻电视林编译。咱来看意大利的电影，常常是有迄乌道车拼剧情。这站有一场世纪大判决，总算是煞过。2019年乌道勇者嘛号做公映会，受300外成员和检调单位抓起来。法官开庭，敢若念名甲罪行，就念点半钟。落尾计共是有200外人判入狱，这总刑期超过2200年。这个公映会是已经成立900天，全世界是有2万个成员，因活动的范围是包含欧美40外国，而且伊阁牵涉谋杀、洗钱、卖毒、受精陷阱等等真侪恶行，甚至欧洲有8成毒品古柯饯的市场拢是落伫因手头。当年敢若靠这古柯饯，就当赚1条7000万的台票。这阵公映会有真侪成员互抓去关，算是意大利的政府上届成功的一届。不过，嘛有媒体分析讲，这公映会无可能安尼就网判。意大利南部拉梅泽亚泰尼梅市的法院外口，军警严加戒备，因法院拄则进行意大利30年来上大规模的欧洲党世纪审判。Bonavota Domenico, Q9 e 1 Veter. È ritenuta la continuazione, lo condanna alla pena di anni 30 di reclusione. 敢若宣读罪名甲刑期，法官就开100分钟，最后宣布338个欧洲党的被告内面，有207个人判入狱，总刑期有2200年。这个被告大部分是意大利南部卡拉布里亚名声臭盈盈的勇者欧洲党，因为罪挂有7度恐吓生理人、选举作弊、受国民党告贩毒。规模已经超过西西里岛的欧洲党，成做意大利上强大的犯罪组织，嘛掌握欧洲的可肯交易，每年赚500亿欧元。嘛有政客甲警方的人牵涉，一个前国会议员因为做勇者欧洲党的中间人，被判宰当。Il messaggio forte che arriva alla società civile e soprattutto a quegli imprenditori, a quei commercianti che ancora oggi sono schiacciati dalla protervia dell''ndrangheta, che ci si può fidare dello Stato. 意大利按2016年开始调查。监听有24000外界，伫2019年展开大规模的逮捕。审判作业开要3年，有超过400个律师、900外证人出庭。3个查某法官负责这场世纪审判，因这2单位嘛一直受到警方严密的保护。公视新闻江文编译。研发 ChatGPT 的 OpenAI 公司创办人阿特曼已经连续去互因的董事会开除。阿特曼就随宣布加入对手公司微软。即阵有9成 OpenAI 员工是不满董事会这款作为，要求董事会就要落台。若无，因就要集体离职，对因的创办人去微软上班。开讲机器人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出现人事地动，董事会17将执行长阿特曼解职，原因是无法度改善人伊的领导方式。虽然捌传出阿特曼无偌久就会转来，毋过即马上新的消息是，微软执行长宣布阿特曼要加入，带一个新的 AI 研究团队。This is a big win for Microsoft because they're getting sort of what's been called the face of AI, who's joining their company. And him and his president, who's another co-founder, are joining, and they're going to be leading the new advanced AI research team at Microsoft. OpenAI 董事会伫网络讲到，阿特曼甲董事会活动欠透明度，下照董事会监督能力。外媒报道指出 ，OpenAI 已经任命亚马逊影音串流平台退出前执行长希尔来做代理执行长。I believe that there will be far greater job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is, and that the jobs of today will get better. 今年5月，阿特曼伫美国国会听证会表明会全力配合进行负责任的人工智慧开发。不过，美国媒体报道指出，阿特曼主张应该加速 AI 发展，加扩大盈利模式，甲真侪共同创办人意见早就无同。不过 ，OpenAI 有数百员工公布时间，伫770个员工当中，有500外人伫联名会签名。Because they don't have, they don't trust their judgment and how they handled this situation. They don't understand why Sam Altman was pushed out just because of, what they said was a lack of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board, and so they didn't have trust in him to run the company anymore. 联名会阁讲到，微软已经承诺会提供工作机会予世界 OpenAI 员工。微软已经投资 OpenAI 超过100亿美金，有49%的股份，佮将科技应用伫家己的产品。
不过 OpenAI 董事会无愿意伫开除奥特曼的事件让步，也显示拒绝克服为两者大股东的压力。公司新闻电话真朋友。共享办公室是2005年起源的办公方式，伊的概念是提供这自由工作者，也是接客式合作伙伴一个临时的空间，互因会当同齐做事。一寡无咧入办公室的行业，因慢免登记做办公室，所以讲这机动性是真悬，慢免买大型的办公用品，直接做柜台就好。不过，即阵经营共享办公室的大公司 WeWork， 说是申请破产保护，主要就是因为因拓展了伤紧。加上疫情期间有真侪人拢伫厝上班，根本就无遐侪人要做。不过，另外一间英国公司 WorkLife 说是真看好共享办公室的发展。因认为讲，这做的条件若是当较有春秋咧，就有真侪中小企业愿意做。一人一套倒椅和插座，佮有无线网络会议室私人空间通借用，造成的配备是共享办公室的特色。经营共享办公室市场的新创企业 WeWork， 北称声讲要颠覆全球的工作模式，市值嘛捌接近500亿美金。说伫11月初7，依据美国破产法向纽德西州申請破產保護，引起外界關心討論。One of the problems with flexible office space is that tenancies are very short, so when the market takes a dive, a lot of people will just move out and with very little warnings. 无计划扩张，互认为是 WeWork 失败的原因，加上借贷成本增加，几若百万劳工改做远距离上班，致使公司伫商业房地产市场受到打击。不过，伫英国伦敦创业的另外一间共享办公室 WorkLife， 却无受到影响。As we look to expand, it's about doing it with the right deals, with the right landlords and the right locations. And I think it's a marathon, not a race. Our view is this market is here to stay. 虽然根据投资银行杰富瑞估计，现时伦敦主要商业区办公室期望的比例已经是30年的新高，不过未少中小企业阁有小办公室的需求，共享办公室的市场也真有发展性。So I actually chose a shared workspace 6 years ago when it was just me as a solo founder of my business. And what was really special was that when it was no longer just me, when there were 3 of us, we were able to work in the co-working area. 专家讲，含以早企业惯势做一届签数10年的租约，会当春秋合约更加符合当今企业的需求。WorkLife 目前伫英国已经有15个据点，预计年底会当拖到18个。然后 WeWork 表示，公司伫美加地区以外的据点。无包括伫申请破产的范围内。公司新闻杨岩编译。南美洲国家厄瓜多一个有渐冻症、承受身心苦难的妇女罗丹，伊是为家己争取安乐死。宪法法庭昨就开听证会，罗丹本人亲身参加，为家己发声。Y sé que lo único que merezco es una vida y una muerte con dignidad. 42岁巴拉罗丹得着渐冻症3年，规身躯只剩面的筋肉会当控制，需要倒伫眠床区人工呼吸器，甲长化营养维持生命。伊是智力完全清楚，煞无法度振动，发烧后生伫边仔咧哭，煞无法度安慰，互伊心内真艰苦。伊20参与厄瓜多宪法法庭头一摆举行的安乐死听证会，透过视讯向宪法法官、国民议会、甲政府代表、参律师、甲专家发声。过程中不时需要看护协助啉水，犹原艰难的一字一字讲出心意。罗丹去年8月透过律师提出反对厄瓜多宪法中杀人罪判10至13年监禁的法则，要求宣布部分违宪，以便会当伫无处罚医师的情况之下，互因协助需要的患者安乐死。也要求换因承认，因为严重不治之症遭受重大身体甲感情痛苦的人，有权利尊严的死去。Hoy estoy aquí como Paola, pero en realidad soy cientos y cientos de voces que hoy salen del silencio y se muestran junto a mí. 听证会有计进行几工的时间，互各界提出支持甲反对论点。了后，宪法法庭会做出裁决，可能开创历史先例。目前伫拉丁美洲国家中，哥伦比亚是唯一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有拉维加、智利拢咧审议相关法案。巴西哥是授权患者甲家属会当拒绝以人工方式延续生命。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来关心环境，全世界暖化的问题愈来愈严重。
顶礼拜51月17，全世界平均的温度已经比工业革命进前悬2.06度，这是已经超过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也就是控制伫咧2度以内。联合国就呼吁国际爱伫咧月底气候大会提出实际办法，减少碳排放。巴基斯坦西部大省俾路支由非营利组织组成的小组站协助掉山民众恢复元气。热伤害已经毋是伫个热天发生，即马地球暖化效应愈来愈严重，全球各地气候变化对人类冲击到上要紧的时阵，欧洲各万年气候变化服务副主任博吉斯20透过社群公布顶礼拜57日全球均分，第一摆超过工业革命时期进前的水准，也就是关出2.06度。根据研究，均分升悬2度会对人类造成无可逆转的灾难性冲击，包含极端气候甲欠水资源，也个北极的冰层加速扬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 20公布的排放差距报告显示，到9月底2023年，全球每天均分有86天超过19世纪中期纪录的1.5度，加上过10月甲11月前2礼拜，全球气温前分已经连续117天达到，或者是超过1.5度，占全年日数的4成，显示国际之间并无履行巴黎气候协议的减碳承诺。The world needs to lift the needle out of the groove of insufficient action and begin setting new records on cutting emissions, on green and just transition, and on climate finance, starting now. 联合国秘书长陈东强调，这份报告显示各国领导阶层减碳执行率的失败，背弃气候结果。In their response to the global stocktake, countries must commit to triple renewables capacity, double energy efficiency, and bring clean power to all by 2030. 气候大会 COP28 月底伫杜拜登场，联合国也呼吁各国爱提出新的承诺甲决心，确实落实减碳措施。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咱头拄则看到这气候暖化状况真严重。那对实际案例来看，这几年这橄榄油甲柳丁汁的产量，拢因为天气受热减少，价格就贵33%。所以讲南欧就开始有大田菜趁好价，头草橄榄树头版果子。有真侪100年老长拢受害。希腊雅典高区这所在是传统的橄榄重要产区，农民11月收成季无用采收，不过头版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一寡结果真侪100年老长，拢有明显错的分析，甚至规丛拢记长，这是头橄榄强盗做的。Με αυτόν τον τρόπο, όχι μόνο μας κλέβουν τον καρπό, αλλά καταστρέφουν και το δέντρο, γιατί το δέντρο μετά για να το ξαναφέρουμε σε αυτή τη σειρά που γίνεται πρέπει να περάσουν 4-5 χρόνια. Πιο πολύ λάδι πολλές φορές βγάζουν αυτοί που κλέβουν ελιές παρά ο παραγωγός. 建设员主要是因为共享全球4成橄榄油的西班牙，连续2年严重可化欠收。另外，规南欧产区拢面临气候暖化，30月开花授粉的时阵，温度上过悬，影响结果，也有化肥甲能源价格欠悬，甲欠工者问题。意大利中部数百年历史的橄榄产区，秋收季节充满悲观气氛。We are expecting a loss of production that will be around 80 to 90%. Many farmers will not harvest this year, and the farmers that will harvest are expecting their costs to rise dramatically. 气温升悬影响橄榄成长，也造成伤害。皮娜将卵生伫个橄榄内底，补菜市会食果肉，互橄榄害去。农民团体表示，业者明年不将危机至少爱继续3季，消费者真歹阁买到过去安尼小个实在橄榄油。另外，早顿店内啉的饮料柳丁汁，介绍也起甲真厉害。10月31日，冷冻浓缩的柳丁汁，1月机会介绍，甲每磅4.17美金的历史新高，主要原因是美国巴西这美洲主要产区受细菌性疾病、感冒黄龙病影响，加上美国佛州去年秋天受伊恩、尼克2个大风台的攻击，历史今年感冒汁产量创新低。今年以来，这项机会起幅度高达9成，市场上已经开始出现投机性的操作。橄榄油甲柳丁汁加做气候变迁时代液体黄金。另外，可可、咖啡、蔗糖这共款需要量经生产的软性商品，也伫性能年关分可化的冲击之下，价格是一直升悬。
后摆生活当中，食一寡巧克力、食甜点的小幸福，成本拢爱增加咯。公视新闻是会中朋友。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